佢係香港三大黑幫之一和勝和嘅開山鼻祖，見證咗香港黑幫嘅變遷同演變。曾經囂張一時嘅大圈幫，因為佢發嬲而嚇破膽，離世後嚟送行嘅人超過2000人。佢就係和勝和嘅三大開山元勳尤伯。尤伯原名黃敬佑，1925年出生於一個普通嘅家庭，早年生活並冇太多波折，但係喺嗰個動盪不安嘅年代，佢逐漸被捲入咗黑幫嘅世界。60年代尾，和勝和第一任坐館國龍上位嗰陣，尤伯喺社團內已經好有份量，影響力絲毫唔比于國龍差。當時和勝和內部主要有兩股勢力，一股就係國龍呢一方，一股係尤伯呢一方。喺洪門黑幫中，白子線係軍師，每當社團有準備械鬥之前，白子線就會出謀劃策，調兵遣將。尤伯嘅門生大多係白子線，佢哋嘅工作就係用最少嘅成本為社團謀取最大嘅利益。喺嗰個動盪不安嘅時代，拳頭嘅大小更具說服力，所以國龍嘅名氣要超過尤伯，並且佢嘅門生亦要多。巔峰時期，和勝和幾乎有80%嘅人屬於國龍一系。但就算係咁，尤伯喺和勝和社團中依然係一個不可忽視嘅存在。杜琪峰導演嘅電影《黑社會1龍城歲月》、《黑社會2以和為貴》入面，喺社團選坐館嗰陣，黃天林飾演嘅鄧伯可以喺眾多大佬支持大啲嘅情況下，直接表態支持阿樂，之後阿樂就直接成咗社團嘅坐館。電影入面黑幫和聯勝指嘅就係和勝和，而呢位地位特殊嘅鄧伯相對應嘅就係現實中嘅尤伯。而電影入面嘅坐館阿樂，其實影射嘅係現實中1996年到1998年嘅坐館雞腳黑招國強。上世紀90年代，香港黑社會處於一個非常時期，新義安嘅龍頭家族向氏一家接受咗招安，開始收斂，將社團嘅重心轉移到咗商業上。14K 喺1953年首任龍頭葛老底暴斃後，處於群龍無首嘅狀態，社團內部唔團結，36字堆自成一體。即使係想對佢哋招安，但唔知道揾邊個牽頭。而作為本地老牌社團嘅和勝和，情況就有啲微妙。尤伯眼光獨到，睇中咗雞腳黑招國強，招國強足夠兇悍，敢於拼殺，於是尤伯捧佢上位，叫佢帶住社團打破困境。亦正因為咁，喺招國強上任嘅嗰2-3年，佢帶住和勝和成為香港勢力最大嘅社團。招國強上位後，帶住和勝和到尖東、砵蘭街、旺角等其他社團嘅地盤插旗，打破咗佢哋原本嘅地盤。亦就係嗰一年，喺雞腳黑嘅帶領下，和勝和成咗香港第一社團。由此可見，尤伯嘅佈局係明智嘅。電影《黑社會2以和為貴》中，阿樂想要連任，但鄧伯反而對古天樂飾演嘅吉米鼎力支持。呢位吉米對應嘅就係和勝和1998年到2000年嘅坐館上海仔。上海仔並唔似雞腳黑咁樣靠住拳頭打天下，而係極具商業頭腦，走嘅係另一條路線。佢原本只係高端酒店門口嘅一個泊車馬仔，靠住伶牙俐齒打入富豪圈，認咗富婆余寶珠為契媽，後嚟仲到澳門開賭廳。嗰陣時，黑道所涉及嘅各行各業違法項目都被整頓。和勝和江河日下，係有經商頭腦嘅上海仔帶住社團買盜版光碟，將和勝和重新帶上新高峰。但尤伯亦有睇錯人嘅時候。上海仔雖然識賺錢，但亦識使錢。上海仔好賭，按佢自己所講，高峰期前後輸咗6個幾億。坐館嘅任期到咗之後，佢希望可以連任，並且拒絕交出上任呢2年期間嘅賬簿。由於勢大，社團入面嘅人亦攞佢冇辦法，但呢個顯然唔符合規矩。後嚟尤伯親自出面，上海仔只能老老實實咁將賬簿交出嚟。和勝和2004年到2006年嘅坐館白頭仔喺05年做坐館期間入獄，2006年到2008年嘅坐館泰拳安於07年入獄。兩任坐館喺做坐館期間相繼被捕。呢個意味住隨時代嘅高速發展，黑社會嘅好日子已經到頭。社團內嘅叔父對此冇辦法，只能揾到當時臥病在床嘅尤伯，叫佢幫手處理社團嘅問題。尤伯呢個時候已經有80幾歲，雖久臥在床，但頭腦仲好清醒。佢直接點名叫崩嘴崩上位。喺一個社團嘅危機時刻，崩嘴崩成為咗救世主。
崩嘴崩雖然長相普通，甚至有兔唇，但為人精明，可以對局勢做出有效嘅處理。另外，佢仲係 14K 超級大佬雷仔添嘅女婿，擁有強大嘅人脈同江湖話語權。尤伯叫崩嘴崩做坐館，確實係一個正確嘅選擇。崩嘴崩不僅化解咗社團嘅危機，使得社團內外嘅矛盾逐漸消失，仲為社團帶嚟不菲嘅收入。尤伯能為社團培育出多位白紙扇，自己嘅頭腦真係相當發達，但佢為人脾氣亦係十分暴躁。90年代，香港嘅寶馬大亨呂老闆被大圈幫嘅大圈雄綁咗，大圈雄綁咗人，為嘅就係贖金，但係佢一開口就係2個億。呂老闆嘅老婆同佢討價還價，大圈雄都死咬住2個億唔放，最終呂老闆嘅老婆唯有揾丈夫嘅好友尤伯。尤伯同大圈雄商議，大圈雄硬係咬住2個億唔鬆口，並表示自己做完呢一票就離開香港。尤伯一通怒火上嚟，大圈雄即刻就認低威。佢知道尤伯嘅能量，最後終於鬆口，將贖金打咗一折，從2億變成咗2000萬。要知道當時嘅大圈幫係以狠著稱，雖然冇香港3大幫嘅人多，但佢哋做事毫無底線。尤伯一句話就將大圈雄鎮住咗，呢個足以說明尤伯喺江湖上嘅影響力有幾大。仲有一個人可以證明呢一點，呢個就係陳慧敏曾經嘅上司駱應全。60、70年代，陳慧敏亦做過警察，駐守過元朗、荃灣等地。駱應全喺嗰陣時就係同佢一齊駐守過，但駱應全之位高一啲。除咗警察身份，駱應全仲係尤伯嘅契仔，黑白兩道不得不俾面駱應全。喺2016年駱應全離世時，政商兩界、演藝圈以及各路社團，包括新義安、水房、14K 等皆有人送花圈，甚至3聯幫仲派咗個總護法親自過嚟致哀。後嚟有想加入和勝和嘅，仲會通過駱應全嘅妻子呢個關係，其中尤伯嘅面子係少唔得嘅。2008年，尤伯壽終正寢，享年83歲。2009年喺紅磡世界殯儀館為佢舉行咗盛大嘅葬禮。當時和勝和為佢舉行嘅喪禮非常宏大，前往悼念嘅人數超過2000人。但係呢2000人中，真正嚟悼念嘅僅係一小部分，更多嘅係嚟爭奪坐館之位嘅。呢個亦從一個側面反映咗當時香港黑社會嘅複雜性同殘酷性。當時和勝和保明、雙英清、薯仔以及佢哋背後嘅支持者都帶住馬仔到場晒馬。和勝和嘅坐館制度係咁樣嘅，可以理解為一正一負，正嘅稱為坐館，負嘅稱為揸數。由於保明資歷最深，呼聲最高，最後社團內叔父輩為咗平衡打破先例，由原嚟嘅雙坐館制變成咗3坐館制，但3位就各為鬼胎。保明勢力最強，自成一系，雙英清同薯仔勢力稍弱，兩人聯手。而原先嘅坐館崩嘴崩同意，佢揚言呢個係破壞規矩，甚至連第一任坐館國龍嘅面子都唔俾。因崩嘴崩同 14K 關係唔一般，有外界傳言崩嘴崩要自立門戶，社團入面嘅叔父仲因為咁警告過佢。尤伯係香港黑社會嘅一個傳奇人物，佢嘅一生充滿咗傳奇色彩。佢從一個小人物逐漸成長為和勝和嘅開山元老，見證咗香港黑幫嘅變遷同演變。佢憑借住自己嘅智慧同手段，喺社團中擁有咗舉足輕重嘅地位。佢嘅影響力唔僅僅局限於社團內部，喺整個香港黑社會都有住舉足輕重嘅地位。只係可憐尤伯一世為維護社團費盡心機，但到死後社團內真心嚟悼念嘅人就唔知剩翻幾多啦。